各位精神，今日嚟到關閘附近，同大家睇一個3房嘅電梯樓。而家入到單位入邊，非常之光猛。而家已經係講緊5點幾，差唔多6點嘅時候啦。嗱，嚟到呢個露台位，非常之通風啊，非常之光猛，望個景都好遠嘅。而家睇埋嘅廚房，哇！廚房闊落3個窗啊！睇房間又係3個窗嚟嘅。咁啊，呢個單位係3面單邊嘅，廁所係明廁嚟嘅。咁啊，去睇埋另外2間房，小朋友房。都係有3個窗嘅，非常之光啊！主人房擺咗張大床、大衣櫃啊！有需要約睇隨時 call 我或者留言俾我啊！